马栈道见证着长安的繁盛，青松苍崖记载下历史的公共。故事正是从这条古道上一个小小的驿站开始。白小凡，你这做的什么狗屁方案？张总，我要的是爽点，爽点呀！你写那么多励志道，谁爱看？张总，我已经在改了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废物白小凡，你都30多岁的人了，没车没房没钱还没时间，我凭什么拿我的青春浪费在你这个废物身上？这个还给你，今后别来找我了。白小凡，12点钟之前，你要是没把方案拿出来，你就给我滚！相公，你是谁啊？谁是你相公？你啊，你是我相公啊。女朋友刚跟我分手，哪来的老婆呀？